建平里长鲍建峰每当伫春节、中秋进前，拢会伫里内办理跳蚤市集。但因为是伫咧活动中心内底举办，所以单位有限。这次为了扩大办理，特别邀请办理大型市集真有经验的19号二手屋来协助举办。16、17两天，将伫咧建平公园周边开设60个单位，推动社区经济。建平里，我今年都要推广我们的社区经济，当然我有架设网站来帮我们里面的商家来推动，但是我们还要做这实际上的运作。那我们之前虽然有办过一些跳蚤市场，但是因为那个场次比较小，场面那个摊位都不多。那这次我是借用他们的经验，他们都办过很多的大型活动，希望由他们的经验来带动我们这些商家再出来，那跟大家面对面的那个一个交易。我们这次很荣幸可以跟建平里的里长来一起合作。那以往我们已经在我们东区我们店的附近已经做了非常久的，跟各个里的里长一起合作，然后结果效果非常的好，就表示说大家很有这样的需求。那最主要我们也是我们招商的对象都是属于业余的。一开始我们是1年1次，就是用除旧布新的方式来，希望大家把整理出来家里头多没有用到的东西，然后一方面又可以让自己的居家的环境变好，二来又可以换一点现金回来，其实它是一种善赢的状态。活动期间，不只有真侪伴手、美食、二手商品通好选买。建平里办公室更邀请台南市流浪动物爱护协会办理猫狗领养的活动，和这种活动更加了爱护动物的意义。里长的邀请，还有跟二手屋市集的配合，一起在现场来做这个送养的活动。相信如果有很多的里长一起来帮忙，愿意一起来支持，这个流浪动物的问题可以被大众给关心，那这个社会问题就会慢慢的减少。那不止帮毛小孩可以找到好的领养，那么在市集里面，大家也可以借由这个活动，像环保的一个议题它也可以同步被重视。为了推动社区的经济，里长鲍建峰除了家己出钱架设建平里专属网站，介绍里内各项的活动课程以外，也有里内商家介绍。不管是食衣住行娱乐，每一项拢有用心经营，就是希望社区的好产品会当被大家看到。伊也希望市民朋友16、17市集活动期间，拢会当来安平区建平公园行看看。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。